台湾呐。 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所在啦吼。联合国的 UNESCO 有讲，这个语言吼是文化的根啦吼。语言若无去吼，这个族群的文化就无去啊。这族群就土地会起来，这是大家爱了解的。另外就是讲。 这个咱台湾的语言吼，真侪人讲有音调字啊，有字调音吼，那是看你对这个字的看法安怎啦。你若讲汉字才是字，还是讲拼字嘛是字，吼，咱若安尼入前，就像一本安尼一本有这个迄个坎啊，有坎啊，有迄个坎啊，卡达坎啊，伊嘛有汉字，甚至伊嘛有这个英语的 ABC 来做英文字吼。所以咱对这个文字吼，文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，符号是人去设定的，吼，毋是讲干那讲。 汉字才是字，人毋捌汉字，人拢毋捌，现在全世界就大家拢毋捌字，这是一个大家去了解的这个现象哈。所以咱台湾即款的迄个多元的社会、多元的族群，咱有多元的文化，这大家拢爱互相尊重，这是咱必须要的，必要的啦。这个文字吼是要经过学习。 咱讲语言，咱是经过口语的相传，咱会学着语言，但是文字咱一定学习。你若无经过学习，你自然袂晓。你袂晓，你就感觉这像青我看无啦。其实文字是要经过学习的，这是简单甲各位介绍一个这款的，谢谢。第一次记忆是台湾米，我喊嘛个里边的汉歌做埋二个字，讲埋阿里阿杂的 ABCDE，自己嘅法无办法，你总在买。